係我林耀江師傅啦，又到新一期嘅易經金融呢個節目。上一期都同我哋預測差唔多啦，都喺個中間位置上上落落，都係幾百點上落，就唔係太大波動。我哋睇下今期嘅變化。今期咧，我哋仲有4集咧，就完咗呢個500集啦。咁到時有啲新嘅項目咧，新嘅設計咧，好多謝大家睇呢個易經金融呢個節目啊！好，我哋嘅流年風水嗰度咧就講到80局啊。至於我哋嘅集數咧，今次咧就講到151集。人生本意嘅時候，其實我哋做咗好多唔同嘅嘢之後，最終其實都一定要養好個身體，因為喺我哋一路經過人生一路嘅時候咧，會漫長噶。咁如果你唔識得去保護自己啦，適當嘅運動啦，到到你好似有機會嚟啦，但係原來你嘅身體又垮咗，又做唔到，或者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時候都留翻少少時間想下自己。點樣做一啲小嘅活動啦，改善自己嘅身體，令你自己個體能啦或者其他嘢咧都有所提升啊！人生有時咧就係話，你每一段時間都應該有個檢測下自己，點樣可能有冇咩啲問題咧？我哋做好咗先，咁跟住做嗰啲嘢就會更加好噶啦。好，易經金融嘅主體為主咧，就係陰陽五行嘅變化啦，日月唔同嘅走勢嘅各樣性嘅時候，產生咗64卦嘅唔同嘅結構咯。喺呢結構嘅時候咧，究竟點樣去做好咗，或者因為唔同嘅卦象啦，佢哋嘅唔同嘅意識形態啦，咁我哋去取決於究竟當時我哋應該點樣做比較啱啲咯。咁另外啦，唔同嘅學員都有佢自己嘅知識㗎，到佢學咗之後，可能就配合佢自己飲嘅方法而改變咗唔同嘅嘢，而令到個財富嘅增長啦。當財富增長咗之後，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做多啲善事，就幫到自己，幫到人哋啊！好，呢個流年嘅80個裏邊，今期都係講一個比較簡單啲嘅，因為風水其實係一啲簡單唔係太複雜嘅嘢啫。咁如果你揀屋嘅時候好簡單嘅啫，我哋盡量揀啲唔好有缺角啦，或者比較四正啲嘅時候咧，其實都會令到個家居發展得平穩咗先啦。咁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啲啦，就係好似有時我哋睇風水，間屋係冇問題啊，但係入到間屋之後咧，可能覺得個人好唔舒服啦，或者唔寧靜，或者覺得呢度頭痛嗰度唔同啦，即係古怪嘅現象出現咧。其實呢間屋可能都係唔係咁啱自己住啊，有時屋都要夾人㗎。咁另外望下外圍啦，窗出邊有冇咩特別嘅煞氣啦？唔係太多煞氣的話，我哋少少改善就基本就得㗎啦。咁除此之外咧，有一種咧都唔係咁好就係，千祈唔好間屋裏面有太多窗，因為窗戶咧就我哋叫做流失啊，即係擋唔住啲錢嘅時候咧，好容易就住咗間好屋，但係啲錢就不斷咁流走，咁又未必係一個好事啦。所以呢個要留心咧，就已經可以做得到。咁另外啦，揀一啲平穩嘅屋嘅時候，只要適用適量嘅顏色嘅配置啊，少少嘅風水擺設，其實已經做得比較好啦。住又住得開心，最緊要係好，繼續睇落去啦。上期我哋講第14個戰爭之道啊，咁其實喺唔同嘅嘢嘅時候咧，我哋點樣都要做嗰啲唔同嘅關鍵，或者有啲唔同嘅聯繫性啦。上一期講啲譬如有時物類戰啦，或者啲貨幣戰啦，或者一啲唔同嘅資源方面嘅調配啊，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今期我哋講嘅咧就係一個準備啦，即係其實我哋好似有時喺好似戰爭，好似同我哋好遠咁樣，其實我哋有時喺屋企裏邊，其實都有個危機感㗎。我哋成日都會有一種咧，就係我就算躺喺度，可能都會中招㗎。所以我哋有時咧就要少少嘅準備，會有啲突發性出現嘅時候，我哋會有一啲預防嘅工作啦，或者有啲儲定嘅糧草，或者有啲現金喺身，咁應付一啲特別需要嘅時候，唔使話去銀行啦，銀行有時候我都會被凍結或者其他問題㗎。所以呢啲咧就係我哋嘅齊嗰個準備，同埋喺投資嘅世界裏面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冇錯同埋對呢樣嘢嘅，只不過咧就係你買入嘅時間或者當時嘅環境究竟合唔合適？當你合適的話，你就係啱；當一個唔合適嘅時候，你買啱嘅位置或者買啱呢啲股份嘅好企咧，都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嚟㗎。所以呢個反而就係一個重要嘅標籤啦。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就話你去賺錢，但係你都要了解個市場嗰個認知佢應該發展嘅方向啦，同埋究竟會有啲咩走勢。當覺得走勢唔明朗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就要做一啲比較黃道，就減少投資，或者將現金嘅量咧比較提升多啲。咁變咗我哋可以面對危機嘅時候咧，就容易過人哋。其實喺出面街好多時就係話，無論你想贏錢好，你可以沽空，可以賺錢，可以買股票其他嘢，即係適合自己嘅操作方法。如果唔係自己熟練嗰啲咧，你可以減少啲，或者等你熟練啲嘅時候先去買，咁贏面又會大啲。所以準備嘅工作一定要做好啊！
好，呢個係啱啱完咗呢個星期個變化嚟嘅。當時嘅起點咧就係24,562點嘅，最終我哋咧就係批算咧就係升或者平嘅。咁最終咧都係同我哋預計都係差唔多。咁咧就係嗰個卦象即係個風天小畜配呢個鬆澤中孚，小畜即係有啲益處啦，有少少嘅，即係唔係太大，即係會向上升啦。中孚嘅定義就係話成日喺個中間度咧徘徊徘徊，即係可能喺中間線，譬如24,800點左右啲上上落落喺啲位置嗰個上上落落，佢就係嗰個狀況咧就係中孚嘅特徵嚟嘅。咁我睇下個圖像先啦。圖像呢個就係好似我哋頭先講一樣啦，佢就喺呢一個24,800點之間，去到25,200幾點之間上上落落喺中孚嗰度，但係最終咧都升咗少少，升咗幾百點嘅。咁對比嚟講咧，就好似喺星期一其實係最大，因為佢之前係24,500幾點嘅，但係星期一嘅時候高點已經係25,146點，即係最多嘅升幅可能就喺呢一日，同埋喺星期四嗰日咧就比較特別啲，又由一個上上落落嘅位置，你見到個位置升高。星期五就跌翻晒落嚟嘅，所以有時我哋成日都講就係投資最緊要知道自己嗰個成分有幾多，同埋自己控制到嘅錢有幾多。即係裂口咧，就出現咧一過夜買嘅時候，如果你要買一啲過夜嘅時候，最緊要留足夠嘅資金，否則第二朝嘅時候咧，可能個股份啊或者其他嘢，可能又被消滅啦，咁就唔係咁好啦。所以呢個要買嘅時候自己小心，千祈唔好過分投資。另外，因為依家係月尾啦，咁月尾一般嚟講咧都會比較波動性，同埋要重新建立一個倉位啊，所以咧通常就會有一啲佢哋自己要做一啲定位，咁邊個價錢啱自己去做買入貨㗎，大家小心啲嚇。好，睇埋個美國市啊。美國市咧都一樣係咁上下上上落落之間啦，最大一個裂口咧就喺星期四嗰日突然間有個裂口好大咁出現咗喺呢個位置度，有幾百點嘅裂口喺度啦。咁整體咧都喺51,000幾點至52,000幾之間1000點嘅徘徊之間就上上落落，中間又有幾個啲裂口喺度啊。咁所以大家要買嘅時候，一過夜嘅時候就要自己小心啲，同埋咧個市個價位咧，佢哋個 P 去到33倍嘅，其實都幾高下㗎啦。高 P 嘅時候點解要小心啲就係，因為高 P 再上去再高啲嘅時候，其實就好難嘅。所以買嘅時候點解要慎重啲就係，究竟就算嗰隻股份好好，如果佢價值太高的話，都唔應該去買嘅。咁另外一個啦，就止損率提高咗500點咧，就去到50,500點。呢啲攞嚟做乜嘢就係，當個市如果跌到呢一個位置嘅時候咧，大家要留心究竟應唔應該止損一部分，或者夠唔夠膽去增加嘅持倉，或者係要減弱咧？呢個係一個重要嘅標籤嚟㗎。睇埋個國內市場啦，國內市場咧都喺大概85點左間嘅上上落落之間啦，即係一個波咁嘅波源上去，就喺星期一、星期二就係個最低位啦。之後咧都徘徊喺比較高翻少少嘅位置，收市價咧就係33,814點嘅啫，只喺呢個位置，咁都係上落嘅之間都係百零點嘅啫。但係有時我哋就呢度係上落市，但係啲股份可能上落比較大嘅，所以大家有時買股就未必買市。你用一個參考嘅時候睇實個市場，因為市場係一個運作嘅時候，一個流水一個趨勢嘅。你知道嗰個趨勢之後咧，你買入嘅時候咧就會容易啲。另外喺國內咧就最好就買以優質股或者派息嘅股份，或者啲國企啊、中央嘅股份，咁就比較穩陣啲啦。好，繼續睇落去啦。嗱，如果有興趣的話咧，我會有個新嘅班別出嚟咧，就喺9月份嘅頭啦。咁就係星期五搞喺荔枝方面，就講一個咧係一個通勝方面嘅基礎嘅研習嘅。咁如果有興趣，可以參加下啦。咁到時你基本上你睇完之後咧，學完呢個堂之後，你自己睇到通勝，基本上都係睇得明㗎啦。好，繼續落去啦。呢個咧就係最新一個星期嘅狀況啦。咁頭先都講咗啦，月結嘅時候咧特別震動得大啲啦，大家留心啲。咁今期嗰個卦象咧都係唔係咁好啦，都係最多係平小升嘅現象啦。但係整體都係一個處於一個反反覆覆嘅佈局啊。好。星期一嚟講咧，就係一支擲地水卦配一支水地比卦。水卦嘅定義即係沉咗落下邊嘅，比卦就比和之後咧有啲好嘅轉機啦，所以最終可能係平或者升嘅佈局啦。到星期二啦，就係嗰支豐澤中孚配呢個天澤履卦。呢兩支卦咧都有種咧係徘徊徘徊、上上落落嘅反覆嘅市場嚟嘅，即係喺中間遊走啊，可能最終可能上上落落嘅市場，可能平或者跌嘅佈局啦。到星期三咧，就係支坎為水卦嗰啲水豐井卦。坎卦咧就有種沉落個底度好深入咁樣啦，井卦有種向上升翻少少，即係平穩翻少少。整體危機嘅數值咧比較高啲，咁可能係跌或者平嘅佈局啊。星期四啦，就係支山風蠱卦配呢隻山水蒙卦。兩隻卦咧都係有種咧唔知道前路或者前面有好多危機性或者
就係因為呢啲可能係我當日可能係就係一個結算嘅時候㗎，咁所以個震動比較大啲，最終可能會跌少少，有一個困境嘅現象比較大啲。到星期五啦，就係啲火山女卦配一啲近維山卦。女卦咧就係一種咩咧？遊走不定啊，即係上上落落啊，突然間衝上嚟得落。但係近卦呢一種沉實咧、阻止咧或者停頓嘅意思嚟㗎，所以最終可能係平或者跌嘅。咁呢個係成個星期嘅走勢咧。我哋睇埋全個星期嗰個卦象咧。全個星期嘅卦象咧就係坤為地卦。點解會有全個星期嘅卦象？就係因為有時佢呢個咧係用一個全個星期走完之後咧，最終究竟升定跌，咁你就可以作我嘅參考指數啦。咁坤為地卦配呢個雷地豫卦咧，就係話地卦有一種沉實向下嘅，豫卦咧就有種反而有翻少少好嘅現象，但係中間咧就有啲震動啊、不安嘅現象都比較多喺度上上落落。最終睇埋嗰五支卦咧，我哋覺得咧可能呢個星期都係跌或者平，我做翻呢個水位而做參考啦。咁大家買賣最緊自己小心啊！有興趣可以問下嘢啦，或者報下名啦，可以打俾阿張小姐問就得噶啦。咁睇下有咩時間可以見面啦。好，投資涉及風險啊，最緊要自己知道做緊乜嘢，買賣要自己小心。